今日同大家睇北上消費中伏啊！大家諗下，香港一兩要賣20至到40蚊，內地高峰期炒到1000蚊人民幣1公斤。今日呢一間鋪頭10蚊啊，竟然有一大包，入面有成4兩㗎。各位街坊，便宜莫貪啊！差價成10倍咁大，你估鋪頭真係開善堂咩？背後一定有古怪㗎。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頻道。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今日嘅日期係6月6號。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則我認為咧非常之實用又好好嘅消息啊！香港有一位中醫師咧就喺個人嘅社交網站嗰度發帖文，踢爆蓮塘嗰度咧有鋪頭就以染色冰豆嚟冒充貴價嘅酸棗仁，並且以超平價錢10蚊人民幣嚟吸客。佢就提醒市民唔好上當㗎。嗰一則貼文就講到啊，近日咧所住嘅地區嘅街市越嚟越靜㗎，店家就話大家咧都北上消費啦，嚟買餸嘅人越嚟越少。的確，內地嘅消費係比香港便宜㗎，不過亦都要小心查看價格。其實近關口嘅嘢並唔平㗎。佢就分享講到啊，我喺蓮塘過關嘅時候，發現佢嘅瑞士卷仲貴過香港嗰啲啊。不過質素就一定要睇清楚啊，尤其是係中藥材啊，太平嗰啲咧都係要留個心眼㗎。話說啊，前幾日佢就去深圳嘅一間鸚鵡咖啡嗰度諗住玩雀仔，之前先去咗蓮塘口岸附近嘅一個商場嗰度醫肚。其中就有一間鋪頭咧，全部都係中藥材以及湯包，包裝乾淨，每款都標明咗藥材名稱同埋功效，更加有批發來源，而且重點係全場都係10蚊雞，比起香港30、40蚊一個湯包，藥材逐兩計，的確係平好多㗎。10蚊一包咁抵，就當然去揾嗰啲貴價貨嚟睇啦。近年酸棗仁嘅價格咧係越嚟越貴㗎，最高峰嘅時候，內地價格曾經炒到1000蚊人民幣1公斤，依家價格回落咗，都要300至到450蚊人民幣1公斤。而且喺香港買就視乎品質啦，大概係20至到40蚊一兩。呢一包睇落咧有200克，即係4兩左右，10蚊雞真係超值㗎。不過仔細一睇，呢一包酸棗仁假偽實在過分。正品嘅酸棗仁係有一定嘅厚度㗎，而且一面會有一條突出嘅線。但係呢一包酸棗仁成包都係扁扁地、平平地㗎，冇突出嘅線，而且顏色咧亦都紅到唔自然。呢一包酸棗仁其實係冰豆嘅種子染色而成㗎。冰豆又稱小扁豆、雞豆、雞碗豆、雞眼豆，十穀米當中常見佢嘅身影。佢唔係中藥，係冇收錄入中國藥典，冇藥用價值㗎。單係食冰豆嘅話，唔會食壞人。但係由於唔知道商家係用乜嘢嚟染色。如果係用咗一啲有毒染料嘅話，就可能會食壞人啦。但無論如何，想用呢一包假嘅酸棗仁嚟改善失眠嘅話，應該係冇可能啦。之後佢就講到，買藥材湯料唔好俾包裝或者係嗰啲宣傳語句所迷惑。平日觀察所見，唔少內地銷售嘅平價藥材，其實都係1分錢1分貨㗎。質量明顯較香港銷售嘅差，有時候價錢亦都唔會比香港平得好多。多啲去睇下唔同鋪頭嘅貨，比較質量同價錢，先至係精明嘅消費者嚟㗎。對於呢一則事件咧，多數嘅網民就對呢一位中醫師嘅提醒表示感激㗎。認為呢一類嘅資訊咧非常之實用。並且紛紛表示都會提高警覺㗎。我自己都覺得㗎，即係中醫師，然之後再去關口附近，即係幫手睇下邊啲假貨，係真係非常之好啊！係啊。
除此之外啦，亦都有其他嘅網民就指出話嗰一間鋪頭咧喺福田會展中心嘅站閘入面咧都有㗎。提醒其他網民啦，注意並唔係單一地區嘅問題可能其他區咧都有呢種情況㗎。再另外部分嘅網民就將焦點放大到整個內地消費以及誠信問題上啦，表現出比較強烈嘅負面情緒㗎。有網民就比較偏激咁話，北上消費根本同食垃圾冇分別。普遍嘅共識就係一分錢一分貨，奉勸大家唔好貪平。尤其是係一啲食落肚嘅藥材同埋湯料，更加要加倍小心㗎。好啦，我哋再睇下下一則嘅消息。香港政府就計劃網約車首階段發出1萬個嘅牌照。網約車平台 Uber 以及的士業界咧就分別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㗎。Uber 就話牌照數目不足，會導致2萬名嘅現役司機失去透過網約車支持生計嘅機會。的士業界就認為1萬個牌照太多，對的士生態造成毀滅性嘅打擊。報道就講到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就喺意見書入面話，現時鐵路網絡不斷擴張，加上本港市民北上成風，導致本地晚間消費市場大不如前。協會就表示，喺雙重打擊之下，的士生意額大幅下降，司機生計朝不保夕。與此同時，現時業界正在面臨嚴重嘅人手不足問題，導致車輛閒置率高達1成。仲話喺呢一個極度艱難嘅時刻，政府向市場發放1萬個網約車許可證，徹底打破客運市場嘅供求平衡，對原本已經脆弱嘅的士生態造成毀滅性嘅打擊，亦都直接扼殺長久以嚟遵守法規、承擔高昂成本營運嘅合法從業者嘅生存空間㗎。協會就認為政府絕對唔能夠一次過喺短時間內推出全部嘅1萬個許可證，必須制定逐步推進時間表，視乎市場實際吸納能力，分批發放牌照。此外，協會就會建議政府嘅動態調整機制，喺經濟低迷、點對點運輸需求下跌以及的士司機收入下降嘅時候，要適時減少網約車嘅配額咁話㗎。另一方面 ，Uber 就喺意見書嗰度話，過去1年喺香港有超過3萬名嘅活躍網約車司機。若果首階段只有1萬個牌照，意味着超過2萬名嘅現役司機可能失去透過網約車服務但賺取彈性收入嚟支持家庭生計嘅機會。Uber 又建議優先將牌照配額分配俾現有而且係有經驗嘅網約車司機，特別係以此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嘅人士。如果需要喺條件相若嘅申請人之間作出進一步嘅分配，抽籤應該係作為最後嘅決定機制或者係輔助手段，而唔係完全取代客觀以數據為本嘅優先排序準則㗎。睇完兩邊嘅講法之後，大家又覺得係點樣呢？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講下㗎。作為普通市民咧，我自己就希望，其實全世界大多數地方都好流行打車啊，希望香港盡快跟上咯，係啦。我小市民嘅角度應該就係咁樣諗㗎啦。好啦，再下一則嘅消息，入境事務處再打擊從事裝修工作嘅非法勞工㗎，拘捕咗12名懷疑黑工以及1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嘅僱主。年齡介乎28至到54歲，入境處就話案件仍在調查當中唔排除再有人被捕㗎。報道就講到入境處發現有人疑似利用社交媒體嚟宣傳，聲稱可以提供裝修服務。調查人員經情報分析同深入調查之後，喺社交平台上
扮成顧客去查詢同埋預訂有關嘅服務。之後4名嘅懷疑黑工嚟到香港提供服務嘅時候而被捕㗎。調查人員根據情報搜查正在裝修嘅工廈以及住宅單位嘅時候，一共拘捕咗6男2女懷疑非法勞工，以及1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嘅45歲本地女僱主㗎。呢一種嘅情況咧，即係固之然就係捉黑工啦。但另一方面咧，即係我哋普通市民咧都要小心啲，係嘛？即係若果咁啱你真係需要裝修服務嘅，喺網上社交平台睇到嗰啲宣傳，咁然之後去揾人哋嚟做咁樣，咁你真係俾錢或者簽合約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咯，係嘛？因為我就諗下，依家就話嗰個入境事務處嘅人去假扮成顧客去捉到佢啊，係咪？但係亦都倒翻轉問大家，你估嗰個僱主有冇其他客啊？好大機會都有嘅，係嘛？我就諗啦，喂，你依家咁樣捉咗，咁大家要知道裝修咧，大部分嘅做法係先俾某一部分嘅錢，先至做某一部分嘅工作，所以係等於係俾錢先嘅。佢會唔會係依家某啲客俾咗錢，嗰個僱主俾人捉 Q 咗？係咁，我啲錢點算？追唔追得翻？諸如此類咧，呢下就好拗教啊！係啦，呢個係好無奈。但係作為小市民，我又會諗，你點樣小心咧？我又猜測，喂，嗰個女僱主，佢可能係真係有一間香港公司，不過佢會用咩人去做嘢嘅時候，佢就用黑工。咁，你作為小市民，其實你辨識唔到呢啲嘢嘅，啱唔啱啊？你話揾大公司會唔會貴啲？咁大家明啦。你選擇得上網去揾社交平台去格價，咁你都希望揾得平啲係嘛？呢個位就好無奈嘅一件事啦。有冇啲乜嘢好嘅解決方法呢？觀眾朋友都可以喺留言區度講下㗎。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同埋訂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